大家好，我係 Eva。近期的士牌可以形容為面對緊劫後餘生嘅關鍵時刻，的士牌價有明顯嘅回穩趨勢。我哋就趁住踏入第三季，同大家睇下的士牌價喺2026年上半年嘅表現。我哋今集就會同大家睇一睇有關嘅數據。無論你係車主又或者係準買家，都希望你可以藉住呢條片掌握到最新嘅市況。如果未訂閱我哋頻道嘅朋友，記得訂閱，多謝支持。我哋可以先睇一睇今年2026年上半年嘅的士牌價走勢圖表。我哋就以市區的士牌價為例，由年頭216萬上升至6月尾255萬，上升咗39萬，升幅超過1成半以上，大約上升咗18.1%。至於新界的士牌價就輕微下跌，由年頭140萬下跌到6月尾138萬，下跌咗2萬，跌幅超過1成，跌咗大約1.4%。不過新界的士都喺6月頭曾經升上過2026年上半年度最高位146萬。同一時間，我哋再睇一睇的士過戶數量嘅情況。喺截稿前，運輸署俾我哋嘅的士過戶數量官方數據，數字最新顯示到2026年6月份，其實過戶數量係有明顯嘅上升。我哋就以市區的士為例，今年頭6個月嘅平均每月過戶數量大約有158宗。至於新界的士，今年上半年平均每月過戶數量大約有28宗。上半年的士牌價有所回升，主要原因同網約車發牌數量有直接關係。根據政府提交嘅規管方案，網約車發牌制度喺初期階段將設定1萬個車輛許可證嘅名額上限。雖然同 Uber 要求網約車發牌數量約3萬個相距甚遠，所以令到市場對的士牌買賣再次充滿憧憬。從市區的士牌價喺5月至6月中反映到出嚟。不過隨住市場逐漸消化晒網約車發牌數量嘅消息之後，投資者以觀望態度去應對長遠嘅市場增長，的士牌價喺6月尾開始回落。加上港人長期北上消費已成為生活日常，疊加內地旅客來港窮遊嘅影響逐漸浮現。香港即使喺4月至6月有大型國際盛事帶動到旅遊業，不過的士生意仍未能全面受惠。再加上美國聯儲局於6月公布議息結果，宣布維持利率不變，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保持喺3.5至3.75厘，影響整體投資策略。而港元因同美元掛鈎而令物價高企，大眾市民紛紛改到網上購物，香港嘅消費行業處境將會更加艱難。更何況的士生意主要受消費市場所影響，呢啲都係令的士牌價喺近期造成急升後跌嘅現象。至於的士營運方面，由於受美伊戰爭所影響，油價急升，導致的士營運成本有所增加，的士司機面對沉重嘅經營壓力。近日最新發展，美伊談判破裂，戰爭重現，長遠只會令的士營運壓力有增無減。加上的士保費同埋維修費用仍然持續高企，影響整體入市氣氛。相信以上幾點都係阻礙的士牌價持續上升嘅主要因素。咁嚟緊第三季，到底的士牌有冇啲利好消息存在？當然有啦。進入暑假，由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辦嘅年度夏日盛事第4屆香港開心購物節，相信會帶動到大量內地遊客來港消費。加上由7月至9月期間將會有幾項大型體育盛事，包括世界女排聯賽、香港足球盛會2026。以上各種大型盛事都有助提升的士生意，仲有多間的士公司都開始推出的士共享服務，當中包括 Big Boss Taxi 同埋麗新車行，將共享汽車技術融入傳統的士服務，推動行業數碼化轉型同埋回應職場生態需求。唔知你對的士牌嘅前景又有啲咩睇法呢？歡迎留言。如果想了解更多最新嘅的士牌資訊，歡迎下載我哋嘅 App HKTEX 一站式的士買賣租賃平台。密切留意我哋香港的士交易所。我哋下集見。